来看检方侦办创意书房顶非法失情的论坛，约谈包括买家400多人，后来受来人互提起公诉，其中有一个补习班的老师。检方表示，讲专案的被害者有863个人。800外的受害者分布伫全台湾各地哦。检方阁查出讲有一个姓陈的补习班老师，伫补习班的便所装闭路器，偷翕未成年的学生，阁有同事，阁铺伫网络顶头。这个补习班的老师哦，嘛捌伫10当前侵犯未成年的少女。再来看，航警局查到一件老炮的越南移工组成的卖毒集团，抓到5个嫌犯，阁有锁定一个人，一个伫国外的嫌犯哦，因是对泰国走私大麻，卖互伫台湾做工课的外国移工。警方查扣上千万的大麻，这个嫌犯嘛已经向移送法办。甲纸箱拆开，内底是二级毒品大麻。航警局甲移民署顶一日侦查到4个移工，因组卖毒的联名，为外国走私大麻来台湾。伫新竹甲桃园等等的所在，查到姓黄的嫌犯拢总5个人，锁定一个境外主嫌，嘛查扣持达1250万5公斤的大麻，也阁有代票14万外等等的证物。不要乱跑哦！将他手放下，不要反抗。无带呀。这个非法走私卖毒的联名，5个越南籍的成员，包括4人的移工，超过期限停留甲拘留，嘛有来台湾读册学生，因为泰国走私大麻，而且嘛为不明的管道摕到第3级毒品其他名，也阁有加皮包等等。他管价背后伫台湾食头路的越南甲泰国等等的外籍移工，也若敢有咱国民众受害，目前还伫调查当中。本局与关务署台北关松山分关在今年7月起陆续接获自泰国空运来台之包裹，夹藏了大量的第2级毒品大麻，指定给特定的越南籍人士收获，遂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展开调查。航警局表示，这个案件破案了后，嘛发现这个姓黄的嫌犯等人，穿甲啪里去金仔店拍金条，而且阁伫网络顶摕钱出来等，行为是真创秋。专案经过新竹甲桃园地检署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甲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，分别甲这5个人提起公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